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咱有请到一个来宾吼，伫顶一集的即个节目内底，咱有讲到讲即季的最后2集，咱要来访谈即个关庙的青年。所以顶一集咱有访问即个王来姊的，伊有介绍讲伊即摆咧经营的即个王来关，毋是王来青，是关庙青即个组织。所以今日咱要访问的是另外一位关庙青年，是即个阿东的里里扣扣的即个阿东吼。咱我进前就有伫即个面册顶悬追踪阿东因为共一个时间，介绍有足侪即个少年的要即个卖种业咧推广台语，会做即寡足古水的图安尼，嘛足够对即个时事的。后来我就发现讲，阿东竟然是即个关庙人吼，就有常常就有种亲切的即种感觉。所以就想讲，安尼咱即个关庙即集一定爱请阿东来开讲一下。咱先请阿东来自我绍介一下。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东，我就是住伫台南关庙的阿东。目前呢，我是有咧面册咧经营一个叫做阿东的里扣扣咧分享台语的世界。另外我阁有伫国校咧接课教台语。另外嘛有接一寡台语的舌头，斗做一寡台语的校对翻译，还是顾问安尼。因为之前咱咧开讲的时阵吼，咱为即个上开始讲起你即个人是安怎会开始用即个台语的即个教学吼。讲你讲着讲你大学的时阵其实毋是学台语的，嘛毋是学语言的，你是读即个理工的吼。是安怎你会为即个理工呢走来做即个台语的？伊中你有写几个月才伊才你的动机是啥物货？是啥物款的原因，互你换你的专业换到遮来？是，好，这当初是伫大学的时阵是读理工科系，无毋对。迄当中是安怎是会去读即个理工科系，是因为高中咧考试时阵发现讲，家己的数学自然这2项的科目分数介悬，就介成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所以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就想讲去选迄来读安尼。是尾仔讲，入去了后就讲读了嘛无讲介偌有兴趣，就是安尼逐读安尼。是后来发现讲，差不多到大学4年左右开始伫网络顶悬发现讲，原来我喙里讲出来的台语竟然是有字通好写。所以这项代志对我来讲是足 shock 的，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一寡网络的资源影片就开始安尼逐一点一点家己厉害学甲足欢喜安尼。所以迄阵就想讲学了足欢喜想要甲人分享所以拄开始我是伫个人的即个 Instagram 家己分享互我的朋友安尼。结果后来想讲，倒不如我就家己开一个新的口子来分享，较袂讲互共搅着。开一个台语专门为台语的即个口子来分享，所以我就开始就创迄个阿东的里里扣扣拄开始我是创即个面册个 Instagram。我会记我拄开始咧写的时阵是伫迄个面册全部敢若有一个忠实的观众在看，就是我的高中的国文老师。是哦。所以我就感觉原来是其实有人点仔咧支持我来做即件代志。虽然迄当阵也袂有啥物观众人咧看，因个就是一定有家己身躯边的一寡朋友点仔来支持安尼。所以就是哪做应该讲哪学哪写。就写讲我发现着啥物好耍的物件，还是最近学着啥物物件，就拢写去顶悬，就一直都安尼行来，差不多已经4、5档就是安尼。后来是迄是大学的时阵，后来去到研究所，就决定，毋是决定就是讲确定甲即个理工科系可能较无遐尔有兴趣，未来嘛无想要去
去即个科学园区上班，所以就是往即个教育的即条路开始行。嘿，因为其实我伫大学时阵虽然有理工科系，抑搁共迄个时间我嘛有去修即个教育学程，因为我迄阵就感觉讲哦，其实我嘛对即个教育，也是讲含囡仔咧相处啊，其实是有淡薄仔感觉的，所以就想讲去修即个教育学程。教育学程一般是拢爱选科目，啊，迄阵是选各种的理化是自然科的意思。所以我迄个研究所了，就继续为即个教育条路继续行。所以迄当阵我的研究所我的论文是写即个原住民科学教育真方面的物件。佮其实讲甲台语无关系，其实我感觉嘛有小可牵连，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开始渐渐去注重文化即件代志，文化语言啊，嘿啊，所以我感觉是含家己的兴趣，还是讲含家己的价值观是有牵连着。对。所以这是即个研究所的部分。我感觉即个研究所的部分，我当分享一件真趣味的代志，是因为拄开始伫去研究所的时阵，有迄个类似种新生茶会啊，是啥物新生欢迎会种，而且规个一年啊，拢会伫迄个聚会内底，可以自我介绍啊，等等安尼。迄当中我就自我介绍讲吼，我是啥物人，我的兴趣是啥物，我的专长是有法度用30秒的时间，用台语讲迄个元素周期表。是哦。所以即个专长伫迄当阵，真侪人拢会感就怎么讲，就感觉厉害的感觉，所以迄当阵就感觉迄当阵就足侪同学叫是我研究所的论文是咧写台语的物件。甚至是研究所迄个办公室的人员，拢会想讲我是台语的研究啊，还是我是台语的创啥安尼。迄个我的论文完全毋是迄个方向的。对。所以这是一件趣味的代志啦。对。尾啊，研究所毕业了，我就继续去先去甲我的即个教育学程，最后就是爱去各种学校实习半冬，安尼到我就摕着教师证。所以我毕业了后，就先去这个各中先去遐实习。实习半冬了后咧，因为我实习的时阵就感觉发现，真正我对各种的理化的教学无遐尔有兴趣。一部分可能是真正对即个科目无遐尔有兴趣。一个部分是可能伫实习的过程当中，拄着一寡代志，我感觉心情互我足歹的，足郁卒的，所以后来就感觉讲，我无想要继续伫遐，即个领域继续拍拼。所以迄半冬就感觉过了懵懵渺渺，毋知后一步要去倒位安尼。嘛，今年拄好就是讲伫迄年的年中，有一个朋友讲新竹的某物学校有欠一个国校的台语老师，问看要去接课来教无安尼。我就讲袂歹呢，就是这是我头一间教台语，我感觉是是我的兴趣，所以就自迄阵迄学期开始就想讲去教看觅，一教就教到即嘛。对，所以迄当阵就是算是有淡薄是无心插柳的感觉啦，就是原本无料想甲我讲，我真正会当教台语，当作是我的工课。是迄阵拄好有人甲我介绍，甲我介绍去遐教看觅。教了了就发现讲真正是真有兴趣，对台语有兴趣，对即个教学是真有想法安尼，所以就伫新竹教一冬，安尼。尾啊一冬了后咧，就想讲伫新竹住8、9冬左右，就感觉已经大身啊，想讲要换转来家己的故乡台南，开始无共款换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开始。所以迄阵就迄冬就转来台南，继续换另外一间学校继续教安尼。只是讲迄阵教了迄学期的12月份，
因为身体的关系，就必须要讲，就所有的工课拢要暂停落来，嘿，所以迄当中就是台南甲一学期了后，就暂停1冬左右去休养身体，嘿，后尾仔个休养了差不多，会继续个重新中出江湖的感觉啦。所以自旧年3月初开始先去代课，到月就开始接新的一个学期，一个新的学年度安尼。嘿，旧年是到6年啊，今年就开始换到2年安尼。所以就是离台语的教学差不多买定3冬左右安尼。对。对啊，规个故事真正是真趣味吼。而且我记得你大学读的是迄个，含咱之前有讲过的一个即个主题就相像。你大学科系的真身是迄个迄联工程系吼。对啊，就是介趣味。嘿啊，迄个科系应该是讲较早伊的前身就是核子工程、核子工程。嘛是因为即个科系的关系，所以是即间学校是全台湾头一间有原子炉的学校。对，所以而且即摆嘛是共款各咧芳，只是讲即个原子炉毋是为着发电，主要是咧为着即个医疗的部分。即摆一定有甲研究讲为着医一寡迄个癌症的部分，所以是。敢是 MRI？MRI 毋是，迄个什么 BNCT 对 BNCT。迄我就毋知啊。硼中子捕获治疗，嘿，哇！伊是专门咧治疗阿妈棍以上的癌症，安尼。是哦。有分包分。对，伊有分部位，有分部位。敢若有一寡成功的案例啦。至于伊是安怎什物原理的，其实我即摆已经袂记了啊。不要紧。对。因为我大学入面的即个实验室是咧做 MRI 的，伫迄个台内底迄个中研院原分所内底。毋过我其实拢读无，所以不要紧。我即摆已经无咧化学内底啊。你伫太阳能内底。对啊。另外我感觉你迄个研究所做的迄个论文真趣味的。我感觉因为是去看即个原住民的文化，要安怎用原住民的即个背景去教即个科学的部分嘛。我感觉迄个所在真趣味。因为即个大部分的科学感觉是较西方的感觉，毋过用原住民家己的背景去做即个科学教育，即个部分介趣味。我就想讲，因为即马台湾头一间的即个台语学国小伫高雄嘛，你敢会想要去遐教科学看觅？其实我较早嘛有想过讲用台语来教科学即项代志，也是讲用台语来互囡仔做无共款的物件，比如讲，较早我有试过就是伫台语课内底，比如讲用台语来教因，比如讲凹纸啊，来做一寡无共款的活动，毋是干那课本内底尔。所以因为我想刚刚讲就是用台语，会当互伊真正用台语即项语言来学其他的物件，甚至是用伊来耍来佚佗，还是来生活，即我感觉是真介有想要去做的代志。所以若是未来若有机会去人所讲的即个台语学校教课，我感觉是真想要去的一种方式。对，而且迄个录着堪台南诚近。对。对我感觉也是会试看觅。其实虽然高雄即间是头一间台语学校，应该进前伫台南，其实还有另外一间嘛，会当算是台语学校，只是讲迄间是，伊是实验小学嘛，伊是，伊毋是干那台语，伊是干那台语加即个迄个希腊雅。
哦，哦，是哦，嘿，对伫倒对对，所以位啊？我记是伫新华叫做口碑国啊，小，哦，嘿嘿嘿，是哦，哦，所以伊敢若毋是完全台语学校，是按个伊是有比其他的学校佫较注重台语，佫其他嘢，嗯，嘿嘿嘿，所以哦，我嘛就想要去迄间学校看卖，嘿啊，你有嘿，影，哦，其实大家对呢，有学校足适咧注重，合的呢，系啊。对啊，对，啊，即摆佫讲到讲吼，你因为你为即个理工科系开始做即个卖种业，佫开始做台语老师，你嘿，是安怎去练到即个台语的词工？因为我看你定定咧，互一寡歌哦，手啊、演艺人员 tag，就感觉足新奇，因为大家对即个台语的刻板印象，就是比如讲江蕙啦、诸葛亮对，啊、黄西田啦，是可能就是迄款30当前足穿的物件，啊嘛是趣味，是，啊毋过即马改成讲，逐个佫倒来讲，感觉讲，要死行着爱用台语，而对，且爱写即个正字，也是讲写即个罗马字。你当分享讲你是对。安怎熟悉遮的人的无？哦，这我感觉是为家己的兴趣开始发展的，因为当中就是好好好，一定有开即个阿东的里口即个卖种业来分享台语啊嘛，对，所对，以迄阵就是毋若是分享即个台文吼，台文的图卡，嘛会分享讲，最近有啥物台语的新歌啦，还是新的作品，就是放伫顶悬和大家分享。迄当中就是无意中去发现讲，有台语的老舍即个风格伫遐，我就讲会当去听看觅呢，就是因为我是喜意台语，所以开始去听台语的老舍，讲哦，台语的题记安尼。好好迄当好，中就是听，就知影讲大概有啥物团体咧唱台语的老舍，比如讲大基啊，还是伊伫台南出啊，迄定啥物人人有讲到即个白主的歌手安尼，会去听，就会去分享因的歌，就伫家己的买种也甲因退过，若因有退过，可以开始个小可开讲，小可讲一下因的。我对伊即个作品的想法，还是伊对台语有啥物无清楚的，就开始交流起来。嘿，我会记上起头是甲迄个一个台语的老舍歌曲叫做洛克，因为是两个人一组的团体，因当中伊就是甲念歌，古早的念歌放入去因的老舍的内底。哦，是像哦，因个含迄个杨秀清、杨秀清老师，就是念歌的先辈，含伊合作来完成即条歌，我就感哇，这就赞嘞，所以就甲因，就含因搁加开讲一寡安尼，后来就知影，因就知影讲，原来台语是会当用。台文来写呀，然后我再甲伊讲若是用台文来写，会当互你的即个歌曲的呈现佫较好，佫较优质安尼。所以头一个合作就是因迄当初要含另外3、4个饶舌歌手做伙出一条新歌，就叫我来甲因斗写即个台文，甲伊校对啦，校对台文。当初差不多4当前左右，为着迄个父亲节，因为找4个一定做爸爸的饶舌歌手，做伙出一条歌，用台语，台文安尼。后来佫是识着台南一个叫做阿基，就是阿基，就是即摆公司台语台，迄个小棒盘文化小棒盘的主持人。对，迄当中是拄开始我是伫网络顶悬看到一个 podcast， 就是伊含一寡伊的朋友伫遐咧开讲。我就想讲，你是咧去听看觅啊，你搁听10分钟、20分钟，就感觉讲，即个人讲的即个开口，即个腔口，互我感觉足清楚的。后来去查，甲发现讲，果然就是即个台南，伫台南即个所在，伊遐朋友嘛是拢伫台南，我就讲，真好，我就开始去查伊的一寡作品啊，等安尼。发现讲伊是一个真有才情的一个体质的歌手，所以就去听伊的歌，就会分享伊的歌，就会含伊开讲，就头头是。你敢会去因兜的迄落肉燥饭店食饭？
我一直想要去，抑个一直拢无时间去。而且，所以咱就是交着即个阿家的朋友，就开始，伊开始嘛有一寡歌嘛需要人校对，安尼。即摆来到遮一定对即个台语的体字的歌一定听足侪。后来佫实在一个叫做王水源、王水源。对啊，我就是听看你咧 take。对，我当时就感觉讲，即个饶舌歌手真无共款呢，是听起来真有。咩讲？迄个痛就是感觉足斯文，毋是？因为真侪人用台语歌来创作的时阵，就是拢会迄种顶甲足歹啊，要共拍，要共安怎迄种的气氛。过伊无共款， rap 就是安尼啊。对，伊无共款就是伊是虽然是 rap， 过就是用较温柔的方式，迄个斯文的，我就感觉真赞，人佫生了缘投安尼，所以就但是共款继续听伊的歌，听咧，听到伊去上迄个饶舌的节目，迄个选秀节目，迄当中就是伊敢若嘛是伫节目内底用台语歌来比赛，伊个敢若有一寡出现一寡争议啦，比如讲啥物评审啊，评审敢若讲伊台语唱了无好，无够有开口律师的代志啦，我无啥清楚。后来我就是看伊的线动 ，IG 的线动在分享即件代志，伊有讲着腔口个笑毋着即几项代志，安尼，我是讲，我感觉有必要爱去甲伊讲一下，爱去甲伊补回讲腔口无共，含笑毋着音，这是两项代志安尼。所以我就迄种嘛真是真高明配啦。其实我是一个 I 人，我毋是 E 人。为着台语即件代志，我就是常即有勇气的，我就去甲伊开讲，还分享一寡我所知影的台语知识安尼。迄当中伊嘛真认真和我咧讨论啊、交流啊安尼。所以后来伊要开始出新歌、出新专辑的时阵，就会主动来找我帮伊校对，还是替伊做顾问，听看伊有啥物所在写无好的啊，还是啥物文化的问题安尼。伊敢是台南人？王主任伊是彰化人，彰化人伫台中读册，系啊，所以伊就是先和伊合作，合作了袂歹，后来伊佫替即个迄当阵真情的即个阿跨面，阿跨面就是台南人啊，伊台南的歌手。所以后来嘛是咧出专辑，出歌、出 EP， 所以嘛是继续甲伊斗相共。我嘛是我感觉拄好是讲来找我做台语歌词校对的人，差不多8-9成以上拢是体字的歌手。对啊，我就一直想讲，谁那一定爱体字啊？我真正毋知，拢是缘我毋分。知咧，真正是缘分，真正。而且今年佫增加足侪 rap， 因为今年佫实在一个。伊迄个王水源甲我斗牵线牵去迄个大机遐，所以即摆大机的一寡新歌像敢若伊个人今年就出5-6条的款，就拢会出我校对。共即个时间，伊大机伊嘛咧，伊算是一个 rap 界的一个带头的人嘛，所以伊咧主办一寡活动啊，还是即一寡歌手过来合作，还是办活动，所以。遮个新歌，遮个歌曲的新歌，嘛拢会包互我来做，所以即摆已经累积真侪台语 rap 的歌是我来校对的。我会记得你是毋是嘛有来讲迄个啥翻译菜单对毋对？对。翻译菜单真嘛是另外一个高明配的故事。真正。真正做认真咧推广台语。台语即件代志，互我变做伊人诶。真好，真好。迄当中就是差不多2-3冬前，伫台南有一间咖啡店、咖啡厅，伊就是伊发伊个 IG 线动讲，因最近因咖啡厅因甲即个韩国话、韩语甲日语的菜单拢做好啊，安尼。
迄当中其实我和迄间咖啡厅完全无熟悉，我就去，敢若去学白老话讲，那既然有迄个韩国有日本，安尼敢有要试看觅台语？伊就讲好啊，我是完全无想着讲伊会讲好啦。伊讲好啊，我讲好啊，无就来做看觅，感觉是毋是？做了了后就发现讲哇，代志毋是我所想的遐简单，因为咖啡厅真侪物件台语拢原本是无的啊，就是拢是寡拢是新外来词的，较侪啊。嘿对啊，咩卡布奇诺，还布朗尼，就是啥物抹茶拿铁，这个我真正头壳摸了一烧。你像这个什么阿芙加杜，迄个什么啊，阿芙卡多，对，连我家己都无食过的物件，我就切分的。所以你看迄份菜单嘛，互我有即个机会，但实在真尔侪无共款的咖啡。所以迄份菜单嘛是互我一个机会，是去思考讲台语的新词有啥物理路通好去翻译的，因为毕竟伊无可能是一只为华语一只照翻过去会通的，无一定。所以就是必须要去找，必须要去看伊的原文啊，比如讲卡布奇诺，就要去看伊的原文是啥物意思，还是讲伊原文是安那读出来的，嘿，安那咱用音译的方式，嘿，有的物件是咱去找一寡文献，因为凡是较早本来就有啊，只是咱即摆毋知影安怎讲，嘿，比如讲巧克力，大家拢想袂出来。因个其实咱较早就有人讲巧克力豆，嘿，较早迄个日本时代菜单就甲巧克力豆的汉字诶音译甲写落来。是哦。伊的招就是写迄个招你来的招。是哦。巧克力豆，嘿啊，我就感觉原来较早就有啊。个迄个布丁嘛是，布丁较早迄阵的菜单就写做布丁。不是迄个对不起的不，忍是忍袂掉的忍，不忍我讲，我就感觉，我感觉真袂歹，真赞的呢，就是较早日本时代百外当前就有的菜单的新词，咱即摆搁摕来用，就感觉哇，袂歹，好爽。系啊，比如讲因咖啡厅有迄个啥物烤味的气泡饮。气泡饮就是有一个有泡的凉的嘛。对。气泡饮其实会当甲翻做汽水上简单啦。我感觉汽水就普通无聊，所以我就想讲汽水敢有别种讲法？汽水互我查着别种讲法，叫做法兰西水。法兰西就是 France， 就是法国。像那个法兰西水就是当初是迄个侵华战争，伊的战场有走来到家人台北迄个所在嘛。因为迄当阵法国的军队来到遐，嘛先带甲即个汽水即项物件载来到遐。所以当初是台湾人就家己号做法兰西水。当初迄个法兰西就是咧讲迄个法国人。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名袂歹，介有历史，有故事。所以就甲菜单用这个物件，所以比如讲苹果气泡饮，咱就号做捧哥法兰西水。水咖呢？请开感觉是无共咧。会当共收200块。真的。迄阵伊头一摆接，所以完全袂晓报价，所以报伤低。所以就是因为迄项菜单互我思考即济，所以就开始有整理出家己一寡想法甲理路。所以后来过当年拄好是迄个台南基本款协会，伊嘛是入面册讲，因想要开始做一寡。出一寡店家来做台语菜单的试验，安尼。我就迄阵嘛是
交面批，因为迄阵我嘛完全毋知影这组织是啥物人是啥物款，我感觉迄阵有淡薄仔冲动，就是看着台语，我就随去老话讲吼，款说话咱来做看卖哦，结果伊就真正讲哦好哦，所以就自迄当开始合作，就开始翻译一寡咖啡厅啊，还是点心摊、菜迄个面店，啊，搁变讲搁有迄个啥。健身房，健身房嘛有。对啊，健身房要翻译啥物啊？健身房是还因器材，搁动作。动作。哇，迄足赞的呢！对，就因为有迄个太近健身房做遐动作甲器材的翻译，所以因即马拢开几啊场的即个台语亲子健身活动。哇塞！台南哪会遮好？我要搬转去。我感觉真正袂歹呢，伊本来就是对台语真有兴趣，只是讲伊可能毋知影遐台语文要安怎创，所以就和我合作了后就开始因为即足侪活动就是类似即种诶物件，甲人运动啊，甲人亲子一寡基础的健身的知识，拢用台语。所以我就含即个基本款协会就是开始合作，累积到单差不多就已经翻译超过16间的台南的店头。哇！翻译菜单的部分，所以这嘛是一个缘分的故事啦。对啊，足趣味啊，是一个你家己去开的一个市场咧。对，真的我陌生开发，真正是拢陌生人，拢无熟悉青分。对。对，毋过网络就是遮趣味的，你当看足侪无熟悉人，毋过看到因咧做趣味的代志，你就甲私信，安尼就接起来咧。对，真正我是感觉讲，真正我接触台语了后，因为台语互我接触到真侪无共款的人代志。遐个代志，遐个人可能是较早我的即个人可能完全袂当着，袂拄着。对，所以我感觉哇，这是伊带起一个缘分的一条线。台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贵人。对啊。系啊，伊嘛互我改变真侪个性啊，系啊，若是较早的我可能无，就是足避暑，无法度是遮尔侪人，还是讲遮尔侪话。对。因为你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你就会去想办法去达成。对。我有一点仔好奇，就是你伫教台语的时阵，恁兜的人有啥物？听着你教台语的时阵，因有啥物看法吗？我应该是安尼讲，因对我即个台语的舌头 case 是咧创啥，已经是一开始完全无法度想象。因为对因来讲，就是台语就是安尼啊，逐工咧讲的话啊，台语是会当搁创啥？啥物是台语文，因其实嘛无啥物概念啦，对。所以迄当阵拄开始咧做的时阵，因其实嘛无遐尔关心，就是你可能就是伫网络做一寡物件兴趣安尼，甚至是迄阵。拄开始有含一间工作室咧合作一个台语的文创，迄当阵我就含我的师大人分享讲，最近有人找我合作要做即个台语文创咧，结果因就是嘛无讲足欢喜，还是足惊讶，因为讲好啊，只是讲若讲着钱行，恁莫互人骗去就好。因为讲安尼尔。一般家庭就讲，囡仔要投资啊，还是要去趁钱，种 case 就讲好，凊彩啦，你介意就好，莫互人骗去就好，安尼。对。是后来豆豆愈做愈大，愈做愈济，豆豆因嘛有机会看到我的新闻啊，还是访问啊，甚至讲今日路顶有人认出我是阿东，伊就感觉讲。原来你咧做的物件是安尼，而且迄阵开始有即个公司台语台会出现，就
有当时我就转节目互因看，因嘛会对咧开始学讲，哦，原来即个词伊写安尼，读出来台语就是安尼哦，哦。原来即个词伊是安尼写哦，哦，伊就偷有迄个台语文的概念出来。而且因为即摆公司的台语台节目诚济啊，伊就知影讲哦，即摆台语的节目毋是干那过去的即种8点档啊，还是讲老歌啊，嘿，伊是会当互因对台语有无共款的想象呢？所以伊就开始，等于是因开始会开始问我一寡台语字安怎写，还是讲伊迄工看了啥物节目安怎，会得开始和我讨论，对，所以一路行来就是我就是爱做出一寡物件，因有我都看着，到我都去想象，就知影讲我是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对。对，我听讲你阁熟悉迄个金蕉阿兄兼阿狗，对毋对？那是台语界的巧虎。对咧，真正是台语界的巧虎。对啊，阮囝足白呢，伊阁甲我要求讲，倒去台湾爱看金蕉毋是阿姐，金蕉哥哥诶。讲我要看金蕉哥哥，我想讲我要去倒位找金蕉哥哥，互你找啊。袂歹，这今朝阿兄迄部我是旧年开始，旧年是迄个台语台制作人和我联络讲，因最近要做一档新的节目，也是今朝阿兄安尼，伊就讲希望我来做台语的顾问，而且咧因讲伫节目的进程，因想要互今朝阿兄甲迄只阿狗来上台语课，互因对即个台语文阁有罗马语有小可熟悉，安尼，所以迄种一个事先有甲因上几啊节课啊，个拢是线顶啦，线顶上课，上即个台语文台语的意识、语言意识安尼。对啊，算讲台语嘛是为伊开着一个新的市场咧。对啊，而且我感觉嘛是照着伊即个诚有影响咱的即个身份，嘛希望嘛当带动一寡台语的气氛啊，甚至是可能会当影响到伊接触到的囡仔。对啊，因迄档节目我感觉足好看，因为因是出钱本会去无共即个职业较无共的场所去访问人，所以你会当学着足侪无共的单词，连我大人我拢感觉拢爱看足专心的，当学着一寡新词。对，我感觉学新词以了解就是讲，因的节目内容，逐集去采访的即个职业，拢是大人家己拢无啥清楚的。对。可能大人家己嘛有兴趣的，比如讲，因有迄个向问迄个店长的工课是咧创啥，还是讲迄个搜救犬的领犬员搜救犬的迄个训练员是咧创啥，安怎训练呢？还是讲去迄个迄是新的贵，有一个去高雄去访问迄个驶电车的。对，迄个轻铁高雄轻铁的司机员，有去文具的头家。对。新的第二季我感觉嘛，足侪诚好的职业，会当未来大家会当搁看觅。对，先莫憋气文。对。好，即摆咱转来讲着即个关庙吼，因为你含往来拢是即个关庙人嘛，恁两个拢是伫关庙住甲18岁。我感觉对我一个都市囡仔来讲，就歹想象即个关庙生活是啥物款的，因为伊个个种毋是足都市嘛，毋是特别庄口。我看你伫即个缘分地带，伊甲你采访的迄个介绍内底，你讲关庙是一个不三不四、不三不齐的所在吼。所以你关庙即个生活的即个经验是安怎的？因为关庙开始就是离我庄卡，样个毋是非常的偏僻，肯定是淡薄仔偏僻安尼啦。对，所以我感觉讲关庙而且我是自细汉伫关庙大汉，而且大学了就去新竹读册，等于是18岁嘛。
伫外口住到差不多25、26那佮转来台南，就发现讲，哎，有出去住真长的时间了后，就开始回想，家己较早伫关庙的生活到底是啥物，也是讲会去回想讲故乡伫我的心内底到底是安怎的存在。因为你较早伫住伫关庙，你就是逐工生活，并袂有啥物特别的感受，一定拢是你出去了后开始回想，对。所以迄阵就开始回想啊，比如讲，拄开始我会回想到的是较早细汉会食的物件，比如讲卤面。对，往来就爱讲卤面的。较早卤面是会出现伫阮的国校的即个营养午餐内底。是哦。迄阵就是比较拜三，通常学校的拜三毋是拢种啥物特别的餐点哦，讲啥物，就会煮卤面，当阵是卤面食甲会惊，就是因为学校可能食卤面，庙里办活动，可能食卤面，厝里有当时毋知要煮啥，嘛可能食卤面。所以细汉的卤面也存在感就重诶，所以后来，比如讲可能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对会讨厌卤面的即项物件。定是大人讲哦，今日要食卤面啊，你就讲可是卤面。对，所以后来去大学升职了后，就无卤面通好食。几若当过了后，就开始想讲对，咱较早有即个卤面即项物件呢。所以后来转来台南了后，就开始有当时就感觉讲好，今日早顿来食卤面。真的是会主动要去讨讲要食卤面啊。对。除了卤面，我感觉另外一项食的就是迄个粿啊。粿。对，肉粿。肉粿，粿啊这是真神奇的物件。对啊。肉粿，伊真侪人讲台南的早顿，拢通常报道拢会讲迄个牛肉汤。其实牛肉汤就是敢若可能市区。对，其他的所在，伊的早顿其实是无共款的。肉粿咧，有人讲肉粿嘛，有人讲粿啊啦吼。粿啊就是粿啊，伊的早餐盛行区吼，就是离迄个关庙、桂林、林地、永康，还是新华。我记较早我看到一条道，就伫画迄个台南的早顿伊的。早顿。哇！每一个伊迄个盛行区哦，都无共，有的是牛肉汤，有的是豆菜面，有的是肉粿。豆菜面的新亚东山北河迄抓。就较溪北的所在。等下，那无三白鱼啊？三白鱼，我讲，该做早顿。是三白鱼是咱高雄人在想象的台南人食的早顿。无三白鱼，我感觉应该是应该可能爱外海哦，较外海啊，真正诶，北区遐嘛有人伫食。可能外海迄款，还是啥物七股将军遐应该是因为迄个北区台南北区遐足侪三白鱼糜的店，三白鱼汤，所以应该是较北区遐嘿。对，应该较外迄边，较外海，较外北。我就是活伫即个。新华里肉粿区。肉粿甲卤面。肉粿文化区。对，伊大汉了后，再去外口发现讲，原来其他所在无粿啊这项物件。真诶，迄粿啊糕哪有够好食呀？对啊，而且是重要是迄个汁，迄个酱，迄个酱汁，较特别。而且今年含迄间迄个什么八卦青年工作室，因出一本叫做《南》的迄个台南专刊，就是即头一季的即个刊物的主题是以肉粿来做主题。我入去读了后，才发现讲，原来肉粿嘛
冇分派。冇分，这嘛会当分？对啊，你是讲遮尔细区啊嘛会当分派，因为派是讲百几内底无包物件的，啊有是内底有包迄个肉油啊，啊有所在伊的酱是较汤较水的，啊有是较高的。我发现讲哦，原来遮尔处理有无共款的派别。所以即项物件真正拢是出去了后，较开始会怀念的即个故乡的主义。嘿，啊，所以讲到关庙，一开始是花乡了真正两项食的物件，啊，另外一项较大项的是迄个关庙做酒。对。做酒对关庙人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要紧的一项代志。而且做酒即个名词是当做即个人生的时间的标志。对。哦，因为12当一届。对，啊，这个关庙做者是12当一届，所以真侪人咧形容代志啊，就讲哦，伊比如讲伊做饼啊是顶一颗石的代志啊，顶一颗石，顶一颗石安怎吼，对，啊若后一颗时阵我可能安怎安尼，就是伊是人生的阶段的一个点啊，所以你看，做者通常就是全乡的总动员，因为全部拢会动起来，比如讲即个店家还是徛家，拢会做一寡布置。规个关庙乡暗时啊看起来是袂输是迄个圣诞节的扩大版，伊是真正规个月拢会当光影，拢无共性。迄当中我有看到一个空白机的照片，翕起来就是其他乡镇拢是黄色的路灯，啊就是独独就是关庙，迄种就是蓝色的迄种LED 灯的迄种。哦，笑死哦！完全就是规个乡镇是有迄种不夜城的感觉。而且做就是差不多拢几个月的代志。为头前的即个彩丁哥和白丁哥，开始就代表做酒开始啊，可能开始做即个王船啊，王船嘛是足大只，搁来个比如讲啥物普渡啊，普渡嘛是足重要，因为拢会开一个普渡场，是规个乡镇会分啥物里的，拢会做伙伫办理遐，啊普渡场。上有看头就是看着伊迄个看心，共款伊是一种制品啊，伊样个通常咱家做甲足稀花，比如讲用规底冰架做一只铃哦，还是讲迄只铃顶头拢搭真侪乌鱼子，啊，搁关庙面，还是讲用西瓜的皮甲刻。食啥物物件哦，去一只动物嘿，所以迄当阵通常咱会去欣赏普渡场内底的物件。嘿，甲普渡场拢会，佫会办迄个演唱会啊，佫会邀请啥物明星艺人哦。我上有印象就是迄年去看迄个普渡场，入去啊，你会发现讲你的手机啊完全无网络。人伤济啊！你个网络走袂叮当，过来即个做一个有迄个板凳嘛是最重要，板凳是逐口罩拢会板凳，咱会请伊的即个朋友亲戚，因为伊的意思就是讲要邀请外地人来做伙来参加即个做酒，暗时办桌，办几桌啊，互大家来食安尼。所以你迄阵阵看到家户户拢咧办桌哦。你讲，迄骹罩可能3桌，即口罩5桌安尼，足闹热。那朋友较侪，可能就大爆棚啊。伫遐疯路啊。对，过来比如讲，搁有即个迄个，人讲的，有人讲关庙做就是即个红包酒。什么叫红包酒？就是做酒有1工啊2工的时间，所有的顶头。拢会来射景，拢会来绕境。对。你若绕境的时阵，通常啊，你会徛家就会互伊一包红包。啊！因为迄个顶头可能会伫恁兜开里头前，可能人啊、会舞啊、会表演，
你伫遐包红包，包一个意思，可能100、200安尼，互伊，叫做红包照。通常每一个顶头拢会挂一个迄个声呐，声呐，来缀即个红包安尼。甚至比如讲迄阵我上印象是迄个，伊顶头是少济，所以到上新的即科就是甲分做2工在行，袂行袂煞。我会记迄阵有一团一顶是叫做迄个金狮顶，是来自桂林的顶头。当阵阮兜阮爸也是阮母啊，有去邀请因规定金狮顶的人，你来阮兜安尼行一轮，为1楼走去到3楼，佮为3楼。真正。伊意思就讲，可能就是。迄个吼，即间厝静静的安尼啦。对，啊，佮有祝福的意思安尼。对，我就讲，这特别足好耍。而且顶头百种啊，比如讲上钢钉，个什么我想无，上钢钉压钢钉。上钢钉、压钢钉，个人狮的、人铃的，个有跳鼓的嘛有。跳鼓钉。你像迄个什么？我讲迄个上钢钉，佮有分，佮有分迄种金狮钉，就是头前有一只狮啊，佮一个囡仔的有诶是爱拍面的，拍面的上钢钉就是面会画图，画即个生命，有迄个开面啊。所以我感觉一个做节来讲，这个做节对观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上有故乡的感觉。所以即项来是我就怎么讲，心内底最重要的一题安尼。对，最后一题啊，咱要来问讲，你感觉你讲话敢有关庙腔？我感觉我听袂啥会出来呢。关庙腔，就是无你敢有收？我有想过，就是讲，咩讲？较早咱想讲少年辈可能关庙腔拢一定无去啊，要么就是后来开始学台文了后，就开始去精足观察家己，也是别人的腔口的发音。我就会发现讲，原来我有一寡词，其实嘛有关庙腔的。像我会讲什么，比如讲这个像，对。若是一般人讲像安怎嘛？我会讲像，因为亲像台南腔是亲像。来过来走来，关面变做亲像，所以是台南腔结合即个关庙腔。对，我就想讲，你应该毋是要为着配合咱有小可修理的即个关庙腔起来。应该是袂啦，就是若无特别去注意，就是顺即个自然。所以有话是应该种话术的话术呗。比如讲，人上常讲就是咩去赛时啊买红赛啊。对。即句话，伊是关庙腔真经典的一个笑话嘛。对。结果，菜市啊，即个名词是足普遍的，其实所以即个关庙腔就一定算是较啲会讲着啦。对。因个比如讲，其他我会讲的关庙腔，比如讲即个甘蔗粉。甘蔗粉。就是你食巴拉。食巴拉爱混甘蔗粉，爱看是讲甘蔗粉。比如讲你厝里拢爱穿线拖，线拖。所以有当时会出现的一寡事内底。我嘛会去观察阮的爸母啊，还是讲隔壁阿公、迄个阿伯阿母的讲话。你像我有发现，阮爸母其实因嘛是有关庙腔，而且因的关庙腔。会影响着因的华语。是哦。对，因为咱台语有迄个关庙腔就是吃的会变丝嘛，菜市啊变菜市啊。因的华语的吃，有的时阵伊嘛会变丝呢。我就看原来这是内建的一个关庙腔。伊无咧管什么语言呢，伊是你敢若看迄个喙齿，伊敢若看迄个喙齿有刺的所在，就改做丝安尼。所以反正伊讲英语的词，英语有词？无，英语无词。反正会变词。对，
这是真个足趣味的代志啦。对，我就想着七笑话，因为阮大家因为英语内底无词嘛，所以阮大家伊咧学中文时阵发袂出迄个词的声，所以大概要讲串英文，伊拢会讲晒英文。我会想讲，你要甲上册。应该是抓背出来啊。对啊，好，今日安尼应该差不多啊。今日就感谢阿东会当来咱的节目内底，含大家讲即个伊的即个人生过程，含伊即个台语的工课，含伊教学的即个一寡想法，吼，阁有伊含即个关庙的即个经验啦，伊住伫关庙做一个关庙人，吼，伊的一寡记忆啊，含伊的经验安尼，最后咱请阿东甲大家讲再会啊，大家就我甲你讲一个对，卡掉会无要紧。大家再会，拜拜。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内底落水客，参农民行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客，请人客，写生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阵。